人气天团911台顶开唱，将现场气氛嗨到上高潮。台南，祝福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错过，爱人错过。另外，还有歌迷期盼的金曲乐团9人，和现场变成小型演唱会。我想要占据你，占据你的美，占据你的灵魂，谁绝不后退。选秀这波出新的男团，热情的在台顶唱歌和跳舞。燃尽了烽火焰，纵人们征服夜。创造型歌手也带来好听的歌曲。天黑请闭眼，爱在你身边。除了歌手，啦啦队女神林香丁人也来咯。上个16天，台南市将要举办全国运动会，连续2场的市民之夜率先登场，吸引6万多名民众到场。这个活动可以宣传全运会在台南。晚会当中，台南市长黄伟綽甲4位台南金牌选手斗阵登台，除了抽出 iPhone 15 Switch 等大奖，也为全运会选手来加油。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是尤其要拿到金牌特别不容易，除了要非常努力之外，还有一点运气。黄伟綽表示，做运动员相当不简单，所以献唱一首小幸运，和幸运之神来加持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跑掉那么近。台顶表演精彩之外，在广场的另外一边，还有运动体验区，有蜻蜓、帆船、棒球等8项运动。这个表演活动甲运动赛事推广的结合，希望去更较侪民众关注全运会这项运动赛事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